每年嘅農曆7月初7，對於羅定嘅梁氏一族嚟講，唔單止係一個浪漫嘅七夕節，更加係一個盛大嘅傳統文化節。今日係2025年嘅農曆7月初7，作為今年輪值嘅平南村梁氏裔孫，一大早就已經集中喺潭井三伯子敲鑼打鼓、醒獅齊舞、爆竹齊鳴。咁樣做唔單止係為咗緬懷先祖恩德，更加係為咗凝聚血脈親情。參天之木必有其根，淮山之水必有其源。羅定梁氏崇高始祖係南宋時期人，居住喺南雄珠璣巷嘅沙水村。因為咸順9年間，公元1274年胡飛事件，南遷至羅定掃龍潭井，當地其後裔都尊稱佢為一世祖。崇高始祖喺南遷期間，歷經咗重重困難，最驚險嘅一次，當時正好係農曆嘅7月初7，崇高始祖帶領族人沿住西江逆流而上，突然之間狂風暴雨，族人所坐嘅竹排差啲俾風浪打翻。突然之間有3個漂流物靠緊竹排，祖輩迅速咁將佢哋推開，但係漂流物又再次翻到咗竹排旁邊。於是祖輩就話：無論你哋係何方神聖，只要保佑我哋梁氏族人可以安全到達目的地，保佑我哋梁家開枝散葉，我哋就立廟供奉你哋。講完之後，即刻雨過天晴，風平浪靜。原嚟呢3個漂流物係嚟拯救梁家嘅，佢哋就係救苦救難嘅觀世音菩薩、康王大帝同埋車大元帥。因此，梁家得以順利到達商州，亦即係依家嘅羅定，從此繁衍生息，開枝散葉。梁家人為咗報恩，所以建立咗3伯祖廟，供奉3位拯救梁家嘅菩薩。從此3伯祖廟香火鼎盛，有求必應，梁氏族人人丁興旺。而每年嘅7夕節都舉行拜祭菩薩同埋菩薩巡遊活動。日今為止，已經有751年繁衍子孫後代50幾萬人，遍佈廣東、廣西等地。喺今年嘅巡遊活動開始之前，對康王大帝、車大元帥呢2尊菩薩重塑咗金身，象徵住洗滌凡塵同埋污垢，以最潔淨、最神聖嘅狀態去迎接康王大帝、車大元帥。呢個係對梁氏一族心靈嘅淨化，更加係梁氏一族對康王大帝、車大元帥表達咗無上虔誠同埋尊崇嘅一種方式。同時，今年抬神像嘅2頂神轎亦都係全新嘅。有句古話叫做好馬配好鞍，神尊登新轎。神轎係神明巡遊時候嘅神聖座駕，係迎接神駕、彰顯神威嘅重要儀象。全新嘅神轎代表住梁氏一族為神明準備嘅係最高規格、最圓滿嘅迎接之禮，體現嘅係梁氏族人嘅赤誠之心。而且新轎無塵無垢，象徵住純淨同埋莊嚴。而且全新嘅轎寓意住一段全新嘅旅程，去承載住神明同埋梁氏族人共同嘅希望。邁出嘅每一步都象徵住自救迎新、開啟鴻運。回首過去，展望未來，相信梁氏一族一定會枝繁葉茂、英才輩出，越來越好。